各位買咗高雲苑嘅業主，恭喜你！高雲苑已經宣布就快入伙，你好快就可以簽樓契，可以收樓成為新業主啦。要揾律師做契，當然要揾業謝鄧律師行啦。只係4900蚊，已經有幾百個準業主揾咗我哋，陸續有來，絕對優惠，仲可以為你轉介銀行按揭，享受市面上最低息優惠。業謝鄧律師行擁有超過30年經驗，專門處理各類物業買賣，包括各大小居屋項目。我哋嘅專業團隊致力為你提供高效可靠嘅法律服務，確保交易順利完成。點解要揀業謝鄧？豐富經驗，處理大量居屋交易，熟悉相關法律程序，貼心服務，17間辦事處遍佈港九新界，方便你隨時聯絡，透明收費，明碼實價，讓你清晰了解服務費用，立即透過電話或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上我哋嘅網站填表，就係咁簡單。讓業謝鄧律師行為你喺高雲苑嘅置業旅程保駕護航。律師費只係4900蚊，絕對優惠，仲可以為你轉介銀行按揭。業謝鄧律師行，你信賴嘅法律夥伴。